都跟着我去做饭吧。对，走，小米，咱吃饭吧。就算是私家车，也得人开呀，就不能心疼自己儿子吗？讲究什么排场啊？不是什么意思这是？没事，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？怎么一点亲情都没有呢？你说。不是，改天做饭，吃完饭再说哈。哎，我说你让大家痛痛快快吃顿饭不行吗？不是我不让大家痛快吃饭呀，是你爸呀。我爸怎么了？我爸，你怎么什么事都针对我爸呢？你非得当着大家的面那么跟我爸说话，非得说吗？我怎么针对你爸了？我是就事论事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说的对也不能那么讲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小米？什么事你跟我说，我去传达给我爸，你别直接跟我爸较劲，行不行？我说这些话，我为了谁呀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吗？我跟你说，小米，你这样不是为了我，你是在害我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让我再夹在你们中间，我很为难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怎么害你了？你有什么好为难的呀？你爸刚才说的，你听见了没？你都听见了是不是？他安排不合理呀！你爸不管对还是不对，你都言听计从。我就这么说一句话，我就是大逆不道吗？谁说你大逆不道了？不是小米，你让我干什么我没照干过。我是我爸的儿子，他又没支持你，他支持的是我，我不累，我愿意，行吗？行，我明白了。我妈说的对，这婚就不该结。妈，妈，怎么啦？你怎么不进来啊，自己？啊，明儿，闺女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疼不疼啊？没事，就是没劲儿。啊，没事就好。老爸担心死了。遭罪了吧？啊！哎呀，真是的。咽嗓子里面。行了，你别跟他说话了，你让他休息一会儿。哦。小廖这一接电话又撩了，这一天撩2次了，这跪搓衣板就有点跪2次。别说搓衣板的事儿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爸，真的，我感觉又出事儿，这事儿吧还小不了，要出还得出一大事儿。出什么大事啊？你是不是唯恐家里头不乱呢？没有，真的，我一般预感都特别准。你记得不？上次二梅他们家那个狗大黄，我预感真死了。那你预感，你什么时候嫁人？小米，妈，小米怎么回事？这是啊？你怎么了？哎，对不起，你出去。我出去。你出去一下行吗？我干嘛出去？我现在让你出去。琳，你陪我。我不是你妈。不是这什么情况？我干嘛要出去？啊？出去。小米怎么回事啊？小米怎么了？怎么还什么病至于住院呢？还？你真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一进屋让他妈给我骂出来了。小米怀孕了，流产了。真的假的？不，你真是闯大祸了。
是干什么的啊？你这些年学什么了？你自己老婆怀孕不知道啊？坏了，我忘在挂历上画圈了。哎呀，我得进去看看小米，她现在怎么样？啊？快坐。你检查了没有？你还进去？你还进去？你看看王淑华的眼睛，现在都要杀人了！我跟你说，你说你这丈夫怎么当的？闺女，没事儿，咱在这留了，下再生嘛，哈，留有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行了行了，你说这干什么？说这没用的话。我不安慰咱闺女的吗？你这时候跑过来安慰了，你能不能平常多用点心，好好关心关心闺女啊？一天到晚给人家打离婚官司，一天到晚人家在那儿争夺财产，何瞧你忙活呢？不是你这是蛮不讲理。怎么了？我又不知道咱闺女怀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什么？你当然不知道了。你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对呀，闺女天天跟你在一起，你都不知道。不跟你们家王琳琳亲戚在一起呢吗？跟我在一起呢吗？就跟我在一起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回家跟你们家王琳琳说，让他们家所有的亲戚都离我闺女远点，包括那金亮。你这哪儿跟哪儿啊？这一个不好，1万个不好了。这是一个不好吗？是一个不好吗？要是一个不好，我闺女能这样吗？妈，啊，宝贝儿，我想睡一会儿，你们俩别吵吵。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不吵了，闺女不吵了。爸，咋回事啊？感冒了？我一宿没合眼呐，这心里头乱糟糟的。啊？你说小米生气跑了，你弟弟也跟着跑了，到现在也没个信儿。你弟弟他平时不这样啊，他就是不回来吃饭，他都会给我打个电话。我是怕他出什么事儿啊。那我昨天说，预感要出事儿，您还让我闭嘴。闭嘴！咋又闭嘴呢？再一次闭嘴！三大爷咋了？啊，没事儿。大姐咋了？甭跟我说话，我闭嘴呢。还是我回来了？啊？不可能！嫂子回来了。大妹子，没人。谁呀？里头坐吧。金大哥，我不过去了。我告诉你，金大哥，今天我来就是有几句话，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清楚。首先，我得通知你，我们家小米儿准备跟金亮离婚了。当然了，这个决定是我下的，但这回我闺女必须得听我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大妹子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这样不好。哪样不好啊？怎么说好啊，金大哥？您说怎么说叫好啊？平静着说，我平得下来吗？我慢慢平，啊。这个两个孩子要离婚呢，这是他们的事儿，你说了也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。他们真要离呀，他们就会跟我说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让你儿子跟你讲吧，我闺女没法跟你讲，我闺女住院了。住院了？对呀，为什么呀？你说为什么呀？大白天一边哭一边跑回去，站在家门口哗哗顺着大腿流血。你儿子还妇产科大夫呢，什么大夫啊他？自己老婆怀孕都看不出来啊？他什么大夫啊他？江湖骗子吧他？什么人家啊你们，真够可以的。大妹子，小米怀孕了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知道吗？您都不知道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妈，
去游乐园。我就要去嘛，我就要去嘛！我打你了，一会儿再去。你别打他，你打他干啥呀？我说我没打你，你看见不打你真打呀！下去去，二水，你再去，你这不听话的样儿，你真不听话。别吵了。娜，别回去，别回去，别回去！来，你再不给我打你，看他听话不啊？别回去，哭了啊！别回去，过2天带你去啊！游乐园嘛，金大夫啊，你做手术的时候可真帅，人家都越来越喜欢你了。你们这几个啊，就昧着良心的夸吧。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我自己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你们说我适合当医生吗？适合呀，适合当妇产科的医生吗？更适合了。我不是个称职的医生，哟，这是怎么了？更不是个称职的老公。米饭，你这鸡哪儿买的？超市啊。我让你上哪儿买去啊？我让你上农贸市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这个层次到超市嘛，我农贸市场多乱，到那儿买。不管你什么层次，我闺女现在得吃老母鸡汤。你这给我买的这叫什么鸡呀？哎，上趟农贸市场能把你给累死啊！那农贸市场我去买也没用，我不认识公母啊。你不认公母，你可以问呢，你没张嘴啊？你问不就完了吗？我问他们能说实话吗？啊，你以为都跟你似的呢？人这都不说实话，就是说假。你们说这事，我就别这个比喻。那可不是说你呢吗？让你买鸡去。市场现象就是。干嘛呀，明儿？鸡，干嘛去，明儿？闺女怎么了？啊？不是，你们俩先说会儿啊，进屋歇。我上去吧。行了，你甭管了。哎，进屋躺床上把这水喝了啊，乖。好孩子。不是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让你买只鸡你都不会买。你瞧我闺女身体弱成什么样了啊？小脸煞白，嘴唇都是白的，身体这么不好，我腾不出手，就让你干这一件事儿，上农贸市场给我买只老母鸡回来，我给孩子炖点汤喝，就这点事儿你就不能干？这么些年你干过什么呀？啊，给我买只那么瘦的干巴瘦乌鸡回来，我怎么给它弄汤？你说，你可真够可以的！你告诉公鸡母鸡你分不出来，你连公鸡母鸡都分不出来，你怎么当律师啊？你好人坏人分得出来吗你？说完了吗？好，咱们商量正事好吧？哎呀，那个，你真想让米儿和金亮离婚啊？不是我想不想让他离，他们对米儿不好，就必须得离。不是，亲，我也挺心疼咱闺女的事，孩子蛮可怜的。但金亮的孩子真的还是个好孩子，本事不错。甭跟我说这个，光金亮一个人对他好就完了？他们家有一个人对我闺女不好，这家门就不能进。先冷静冷静，好吧？咱们先冷静，再想想。你用不着劝我，我很冷静。别难过了啊，再想。我走了啊，你也多保重。爸，二梅收拾行李，说她回去了呀。回就回吧，最近家里头乱糟糟的，等以后安定了，找个时间再来。爸，你也别太难过啊，孩子没了，还能再怀呢。你说她怀孕了，我怎么就不知道呢？你说，她为什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前几天你说我还让她登高擦玻璃，还让她帮我收拾房子。你说有这样当老公公的吗？你说，三大人，你也别难受啊。你说她自己怀孕了，她自己心里都不知道，你说这能怪谁呀？这个，哎，爸，你说小米不会真的要跟小亮离婚吧？
啊？你预言的太准了。啊？都是你这张乌鸦嘴说的呀！啊？我怎么了？现在好吧？他俩都要闹离婚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现在你高兴了？你可以到那地摊上摆着做瓜去了。三大，别生气，小虎，三大别生气啊，三大。是我的错了。哎，不，他，我怎么？你说我就那么随便一说，你说小亮都不知道她怀孕了，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怀孕了，你说我能知道吗？不能知道。哎，大姐，哎，大姐别哭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大姐不哭了啊，大姐。给我拿张纸。哎，拿2张，来，2张。哎呦，别哭。我跟你说，以后我再也不说了，就是你们家狗再死了，我打死我也不说。大姐，你别哭了，你这一哭我的心都难受了，这其实都怪我呀，二妹啊，你说这次你来北京也没带你好好玩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大姐，下次还有机会呢。闹闹，记着下次到北京再跟妈妈来啊。大姨到时候再给你买好吃的，好不好？你说，自从你结婚以后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，就想盼着早一点抱上孙子。每次我在这个院里头散步的时候，我看见那老头老太太领着小孩，我就羡慕人家，从心眼里头馋得慌。为什么你怀孕的事儿，爸就没过问过？我就以为吧，你是学的这个专业，你什么都懂。我就没想到你说小米怀孕了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呢？哎，你就不知道？你说这事儿为什么就发生在咱们老金家了呢？其实这事儿说来说去都怪我。你说那几天我也不知道我抽什么风，非让小米干这干那的，把她累着了，她生气了，流产了。你说有这么当老人的吗？你哎呀，爸，你看你别自责，这事儿不赖你啊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你不自责啊。那跟你有关系啊。是。小米怀孕了，你为什么不知道呢？你是妇产科医生，你说你从早到晚的，你都忙些什么呀？你都。确实我疏忽了，灯下黑了。你说啥？灯下黑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。就常年打雁，终被雁啄眼了呗。雁没啄着你的眼，倒把我孙子给啄走了，还不如把你给啄走了。小米他妈今早上来了，跟我说非让小米跟你离婚，你说这事咋整？我丈母娘这么说的。啊？不会的，我俩离什么婚呢？不可能。你爸，这事你不用担心，我俩这么相爱，怎么可能离婚呢？是不是？再说我跟小米结婚，我又不是跟我丈母娘结婚，对不对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跟小米，我们俩人绝对能处理好，啊，我俩还得好好在一块儿呢，还得再怀呢，离什么婚呢？不会的。儿子，这婚姻可是人生大事啊，千万不能当儿戏。一定要慎重处理。咱们老金家从祖上就没有离婚的传统跟习惯，你可不要破这个例呀。溥仪还离过婚，人家是皇上，你是妇产科大夫，你跟人家学什么？谁说我要离婚了？
谁呀？谁呀？啊，干嘛？什么事儿？小米在家吗？在呢，怎么了？我想跟他聊聊。哎呀，没什么可聊的，该说的不都说清楚了吗？好吧。妈，好多话还没说清楚，没说呢。什么没说呀？这不都说清楚了吗？行了，回去吧。不是妈，您听我说，那我看他一眼行不行？看什么？这都要离婚了，别看。没说要离婚。怎么没说呀？那我说了啊，这事儿我定了，我现在告诉你要离了啊。妈，行，就算是要离婚，那不也得办手续吗？您就让我再看他最后一眼。哎，还疼吗？我刚才在门口，你妈死活都不让我进来，我是骗她才进来的。反正进来了，能看见你我就踏实了。老婆，别哭啊，你看。老婆，我给你买了好多你爱吃的东西，都是你爱吃的，有果冻、巧克力，还有那个沙琪玛、小麻花什么的，你想吃不？啊？老婆，你别不理我，你别哭，你看看我，不哭，你看你不委屈，好，不哭。你看看我，你别不跟我说话，啊？那这样，我先给你拿点吃的，我可多了好吃的，你挑一个啊。我想吃哈根达斯。你别闹，吃什么哈根达斯？你现在不能吃冰淇淋。我怎么不能吃了？我就要吃。不行，你现在这是坐月子呢，哪能吃凉的？那太凉了，你吃了以后该落毛病了。你是中医还是西医呀？我爸说我是兽医。老同志，小米那儿怎么办呢？你说人家住医院了，我做大姐的，怎么着都应该去看看人家。可是我一想起他妈，我就犯怵。你说我这去了，不是就挨骂去吗？我运筹。运筹。忍一个月啊！这月忍过去，我就领你去吃哈根达斯，咱俩买一大桶，让你吃个够，好不好1个月以后，咱俩都离婚了。走在大街上，谁也不认识谁了，你还能给我买吗？你真想离婚啊？我妈说非离不可。你妈说，是你离婚还是你妈离婚呢？我妈早就离了，这次轮到我了。那这事儿还有遗传呢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很认真的在跟你谈，你别嘻哈的不正经，
啊，你正经点啊！要正经谁还离呀？你看，你行了行了，不哭不哭啊！咱俩现在认真的好好谈谈，你知道吗？我先表明我的态度，我爱你，我不能跟你离婚，我不想离婚。你呢？我妈非要我离。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听话了？那你要早这么听你妈话，那咱俩都结不了婚。我就是因为没听她的，我现在才掉到苦海里边了。你觉得咱俩的婚姻是苦海啊？你想听我说实话吗？我觉得咱俩就是汪洋中的一条小船，你们家就是苦海。小亮，走了走了，别老跟他这儿聊啊，说话挺伤气的。你看你又弄得他伤心，别聊了，快走吧。那我不说了。你不说了，你这么看着他，他也累呀。你让他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快走吧。那我就说一句，我不想和你离婚。我也不想离。哎，千里翁，咱们为再次见面，来喝一口。亲家，小米流产这件事，我非常的难过。小米的妈妈这回啊是真伤心了。小米是在从小拉扯大的，她把小米看得比她的命都重要。我跟你说，亲家，小米怀孕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当然了，这是我做老人的这种失职啊。其实，作为父亲啊，我是不主张他们离婚的。我相信你也不会同意的。除非你对我们小米不满意。不，我对小米这孩子非常的满意。虽然这孩子有点任性，但是我从心眼里头喜欢他。他是任性，这孩子，这都是我跟他妈妈造成的，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俩离婚了嘛，总觉得亏欠孩子，觉得孩子挺可怜的，所以都宠着他。特别是我这个当爸的，经济条件又稍好一点，更宠着他了。其实，在他决定跟你儿子结婚那天起，我就担心他和婆婆家处不好。我也没想到他跟你们老人住在一起。不过现在年轻人好像和老人住在一起的不太多了哈。是，这我知道。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跟老人在一起生活的？是。可我们家这个情况啊，有点特殊。我就小亮这么一个儿子，这老话不说了吗？养儿防老。再者说呢，我们家呀，祖上有这么一个规矩，就是儿子结婚不能分开过。哦，是这样啊，那这还真有点不太好办了。我今天其实想给你提个建议，就是能不能分开过，可能这样就能解决很多问题了。但既然是这样，就有点难办了。但我还是建议你啊，我是真诚的，就是那个，如果真让他们分开，你们分开一段时间，这样呢，可能等他妈妈消气儿了，也好说服他，保住两个孩子的婚姻。好吧，你多考虑考虑。来，你快，怎么都没吃呢？来，把这腿吃了。
消息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你这又怎么了？花花啊，我可能要离婚了。啊，你怎么不惊讶呀？我可能要离婚了。我惊什么讶呀？现在还有比离婚更司空见惯的事儿吗？我不想离婚，我舍不得小敏。但现在吧，我得在小敏和我爸之间做出选择。这可就不好玩喽。不明白了，你说他们俩吧，都是我的挚爱，这怎么就生活不到一块儿去呢？就算是为了我，那和平相处就这么难啊？就你这思想，从起根上就是错的。我错了？当然是你错了。你看啊，你跟你爸血缘关系，是父子。对啊，你跟小敏呢，恋爱关系，那是夫妻。小敏跟你爸中间要没有你，他俩可什么关系都没有。这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两头都吃对方的醋。你说你对小敏好了吧，你爸受不了啊，从小到大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扯大了，你爱别人了，凭什么呀？可是你跟你爸好呢，小敏也受不了了。这女人啊，最怕的就是你对别人的爱超过对她的爱，这里复杂极了。哦，那你这意思我明白了，你是让我出家。你这什么理解能力啊你？我不跟你开玩笑了，你说如果跟你是我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就不可能是你，我什么人呀？我根本就不结婚。那你什么时候出家呀？不是你还能惦记我点好吗？哎呀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要是真跟小敏离了婚，那我可就真不相信爱情了。老同志，你回来了。啊。还咋样啊？你去给我沏杯茶。家里没热水，你要不先凑合喝点这个。谈咋样啊？要我说啊，这事儿，我认为不全怪咱们。可是现在怎么好像弄得咱们必须负全责似的？小米这个当律师的爸爸呀，有水平，比他妈妈素质高。是吗？就是说这事儿有缓是吗？你这样，明天你买点东西去看看小米，这礼数咱可不能不懂啊。我去看他，不合适吧？那我去更不合适啊。我去了，我说什么呀？您这不是又让我去挨骂吗？你不用担心，我教你怎么说。你一定要一不背，二不靠。你怎么那么倒霉啊？哎，看电视呢，好看吗？你说你喝了多少酒啊？
哎呦，能喝就别喝。哎呀，快走。吐了就行了。卑不亢，不卑不亢。谁呀？阿姨，干什么呀？我送鸡蛋。您别小瞧这鸡蛋，这个是农贸市场特意给我留的柴鸡蛋，专吃粮食的柴鸡下的蛋，绝对绿色啊！我们家有的是鸡蛋，这鸡蛋搁我们家也都坏了，没人吃啊！不，阿姨，你看真的不要干嘛呀？不，你看，第一吧，我是送鸡蛋哈，第二呢，就是想聊聊小米和小亮的事儿。没什么可聊的，该聊的昨天在你们家都聊完了啊。不。离婚是件大事儿，您家不在乎，我们家在乎。什么叫不在乎啊？不是，您家不是有过离婚的经历吗？我们家没有。离婚经历怎么了？现在社会上离婚的多了，怎么着啊？你瞧不起人家是怎么着？没有，真的没有瞧不起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干嘛呀你？有什么话就这儿说，别进来。你看我的意思是哈，他们俩人才结婚那么2天就离婚。这影响多不好啊！哈，再说了，您说哪听说过就为了一个啊，就是这么流产这么点小事就离婚的？你觉得是小事是吧？我觉得是很大的事儿。流产只是表面现象，关键是你们家根本不拿我们家米当人。我们怎么不拿他当人了？他在我们家，哎呦，又不让洗衣服，又不让做饭的。哎，行，你甭跟我说这个。想当初小亮跟我们家米谈恋爱的时候，好家伙，我们家米儿哪天来例假他都记得住啊，都知道提前打个电话发个信息啊，别吃凉的啊，别喝凉水，出门别忘带卫生巾。现在怎么着啊？结婚了是吧？啊，连我们孩子怀孕了都看不出来。一瞧您说的，那谁能一怀孕就看出来呀？那您也生了孩子了，您也怀了孕了，您看出来了吗？那是因为他不跟我一块生活。跟我一块生活，我当然能看出来了。他天天在你们家，我怎么看呢？那就算我爸和小亮他们没看出来，那小米也不至于流产，是不是？阿姨，小米是不是有病啊？她是不是习惯性流产呢？哎，你挑衅是不是？你干嘛？你要吵架是怎么着？没有，啊，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？就有一个结果想。你想要什么结果呀？那我就先表个态吧。我爸说了，离婚呢我们不怕啊。我们家小亮工作好，人品好，长得也好，不愁没有媳妇儿。我们不想让他离婚，是因为他们2个人呢，为了他们好。现在有些人呢，要非让他们离婚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，我们也不能绑着人家一块儿过，是吧？既然这样，那我也表个态啊。你们家要是不愿意小米跟小亮离，你们就各过各的，谁跟谁也甭掺和，该分开过就分开过。要是非拉着我们家米跟你们家小亮跟你们一块过，这婚必须离。回去告诉你爸去吧。再见，拜拜。要不咱再聊聊？谁跟你聊啊？走，哎，走，拿着鸡蛋，哎，这鸡蛋留下，哎不，那个，哎就。我愿意来呀！金大夫啊，今天你有没有想我呀？我都想你了。
今天你别招我啊！你现在这表情太帅了，特帅。香吧？哎，小亮他姐刚才来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说是来看你，但我一瞅就是找茬打架来了。